梦乐，作者杜甫。大中府如何？坐落清离了。造化中心秀，阴阳各分晓。东乡生精魂，决志日归鸟。会东连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